来，吃。和好啦？奶奶，我们也没吵架呀。记住，以后啊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经过调查才能下结论，懂吗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您赶紧吃饭吧。奶奶，我今天想跟西城一起去公司。哎呦，去什么公司啊？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，在家再多待2天吧。啊，奶奶，您就让他去吧，他在家也很无聊，而且我已经跟下面的人打好招呼了，他只负责我一个人的办公室。那还不是一样啊，照样当清洁工。我看你们2个真是在胡闹。奶奶，这个其实是我的意思。您看，我不想在公司里太招摇，而且公司里其他的职位也不缺人呢。我觉得当清洁工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奶奶，哎呦，你们2个人啊，都有自己的主意。我年纪大了，哎呀，也管不了你们了，随你们的便吧。谢谢奶奶。